你有冇試過喺念佛打坐或者內心極度平靜嘅時候，突然間感受到一種好神奇嘅異樣？例如你突然間覺得自己個身體輕到好似一羽羽毛咁，隨時會飛起。又或者你喺半夢半醒念佛念到極度投入嘅時候，耳邊居然傳嚟一陣陣若有若無，好似天樂咁嘅聲音。甚至你閉上眼睛，眼前竟然泛起咗一層又一層柔和光明嘅奇異光芒。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老修行曾經遇到過呢啲情況，當時你嘅第一反應係乜嘢？係狂喜，覺得自己終於功夫不負有心人，修出咗神通，得到咗佛菩薩嘅加持，定係心生恐懼，擔心自己係咪走火入魔，遇到了冤親債主嘅干擾？今日我要同你揭開一個喺佛門入面被塵封咗整整1000年，極少人敢公開深談嘅震撼真相。喺2500年前嘅靈山法會上，文殊師利菩薩，這位代表住大智慧嘅菩薩，就曾經親口揭示過，念佛念到某一個極深嘅境界，確實會出現一啲令人匪夷所思，甚至乎顛覆常識嘅神奇現象。呢啲現象傳統上被視為通往念佛最高境界、念佛三昧嘅關鍵信號。但是最可怕嘅地方，亦都喺呢度。文殊菩薩同時發出了最嚴厲嘅警示。呢啲神奇嘅異象，既可以係你通往極樂世界嘅路標，但亦極有可能係你修行路上最致命嘅毒藥。有高達99%嘅修行人，就係因為分唔清呢啲景象嘅真假，一產生咗歡喜心同執住心，結果唔單止冇辦法修成正果，反而直接落入魔道，將自己一世嘅功德毀於一旦。你可能會覺得好刺耳，好反直覺。我一心向佛，天天念佛誦經，難道佛菩薩顯靈俾我睇，仲會有錯？錯，而且大錯特錯。六祖慧能大師喺《六祖壇經》入面講得非常直截了當，迷是師道，悟是智道。釋迦牟尼佛神通廣大，但佢從來冇講過一句你哋唔使修啦，我直接用神通將你哋全部拉去彼岸。因為佛陀太清楚，任何外喺嘅神奇感應，如果唔係建立喺你內心清淨無執嘅基礎上，全部都只係虛妄嘅幻象，就像一隻蝴蝶破串而出。如果你好心幫佢把串展開，佢反而會因為翅膀冇經過掙扎嘅鍛煉而飛唔起來，最後死掉。你的執着同狂喜只會成為你道業嘅催命符。今日呢一集內容，我相信會徹底顛覆你過往對念佛感應嘅所有認知。無論你係念佛多年嘅老修行，定係剛剛接觸佛法嘅新手，只要你想喺修行路上唔走彎路，不落魔道，今集嘅每一個字，你都必須銘記喺心。喺我哋正式重現當年靈山法會上文殊菩薩同各大菩薩嘅震撼對答之前，如果你都希望用至高嘅智慧嚟護持自己同家人嘅法身慧命，希望能夠喺修行路上破除一切迷惘同魔障，請你喺評論區打出呢8個字：智慧護身，心無掛礙。把呢份最殊勝嘅祝福送俾你自己，亦都送俾你身邊所有一起同行嘅佛友。當你寫下呢8個字嘅時候，就已經喺心田種下咗一顆定為等持嘅種子。好，現在就請你靜下心嚟，跟隨我嘅聲音，穿越2500年嘅時空，回到嗰個佛光普照、聖恨雲集嘅靈山法會現場，聽一聽文殊菩薩究竟係點樣為我哋破除呢些迷惘嘅。時光倒流到2500年前嘅靈山聖地。彼時嘅靈山法會，香雲繚繞，佛光普照，無數的阿羅漢菩薩、天人圍繞喺佛陀同諸大菩薩身旁。就在法會進行到莊嚴之際，人群之中有一位身形清秀、滿臉風霜嘅老修行者緩緩走出嚟，佢雙手合十，恭敬咁向文殊菩薩行咗個大禮，聲音帶着微微嘅顫抖說道：菩薩慈悲，弟子修行念佛已經有數十年，每日誦經念佛，從未間斷，一心只想求生淨土。但係近呢日子，弟子喺念佛嘅時候，身心常常出現種種異樣，時而覺得自己個身體輕盈得好似一羽羽毛，時而又好似聽到一啲若有若無嘅奇妙聲音。老修行者抬起頭，
眼中充滿咗迷茫同惶恐。弟子心中實在害怕，唔知道呢啲神奇嘅現象究竟係我精進念佛嘅吉兆，定係我已經唔小心誤入咗邪道歧途。還望文殊菩薩慈悲，為弟子指點迷津，說白老修行者再次深深鞠躬，全場一片寂靜。文殊師利菩薩微微勾手，目光溫和咁掃過喺場嘅每一位修行者，然云開口道：修行之路本來就充滿咗未知同變數，當內心嘅功夫漸漸深入，種種奇異嘅境界就會紛至沓來，確實好容易令人迷失方向。今日我便為諸位詳細剖析其中的奧秘，助大家喺修行路上不偏不倚，穩步前行。就在此時，虛空之中祥雲湧動，普賢菩薩腳踏祥雲，緩緩降臨法會現場。普賢菩薩向文殊菩薩點頭示意後，轉身對住台下嘅大眾嘆息道：我觀世間嘅眾生，雖然一心向佛者好多年，但喺念佛修行嘅路上，往往因為不得要領，或其中嘅玄機一知半解，結果一遇到神奇感應就執住迷失，最終半途而廢，實在係令人惋惜。還請文殊師利菩薩為大家詳細開示，讓眾生能明了修行的真極。文殊菩薩微微一笑，答道：念佛法門看似極其簡單，只需口稱佛號，心向佛陀，但實則蘊含着無盡嘅心意。當年佛陀喺世嘅時候就曾提及，當念佛之人功夫達到一定境界，確實會有特殊的徵兆顯現。呢啲徵兆係修行道路上嘅路標，指引着我哋前進的方向，但同時佢哋亦係對我哋心性最嚴峻嘅考驗。這時大慈大悲嘅觀世音菩薩亦合掌輕聲問道：菩薩，呢啲境界同徵兆紛繁複雜，世人慧眼未開，我哋究竟該如何分辨其中嘅真假？莫要讓虛妄之相誤導咗無量眾生嘅修行之路啊！文殊菩薩目光平靜，說道：且聽我為大家講述一個真實嘅故事。喺遙遠嘅東土，有一位極其虔誠嘅居士，佢一心向佛，整整20年如一日，每日精進念佛，從未有過一日懈怠。有一日，當佢好似往常一樣虔誠念佛嘅時候，突然感覺自己個身體發生咗奇妙嘅變化，佢只覺得自己個身體越來越輕，越來越飄，旁腹被一股無形嘅力量輕輕托起，甚至有一種即將要離地飛升嘅感覺。講到呢度，台下有一位年輕嘅修行者忍不住低聲驚呼，臉上寫滿咗緊張同好奇。周圍嘅眾人亦開始交頭接耳，議論紛紛。文殊菩薩繼續講道：起初呢位居士心裏面非常害怕，佢以為係魔障前嚟擾亂佢嘅修行，於是佢嚇得連忙停下念佛，四處去尋訪名師解惑。後來一位大德高僧告訴佢，呢個其實係你念佛功夫達到一定程度，身心操縱，業障暫時消退嘅表現，係一件好事。但係高僧隨即給予咗佢最嚴厲嘅告誡：你切不可因此而心生歡喜同執住。如果你天天念佛都喺度盼望這種飄飄然嘅感覺，你嘅心就已經偏離咗佛號，走入了邪道。大勢至菩薩此時亦雙手合十，開示道：還請文殊菩薩詳細說說呢啲境界嘅來龍去脈，讓眾生能有更清晰嘅認知。文殊菩薩點了點頭，溫和咁講道：念佛修行恰似攀登一座高聳入雲嘅山峰，每向上攀登一步，你都會看到唔同嘅風景，經歷唔同嘅階段。喺呢個過程入面，有啲人會感覺身體發熱，旁腹有一股暖流喺體內流淌，有啲人會覺得心中清涼，如同喺炎炎夏日置身於清泉之畔。仲有啲人會看到光明，或明或暗，或大或小，呢啲全部都係修行過程入面可能出現嘅自然現象。菩薩，剛才那位年輕嘅修行者忍不住再次舉手問道：那我們到底該如何看待呢啲現象呢？係應該歡喜接受，定係應該避之不及？文殊菩薩看着佢，說出咗一句傳蒼千古嘅金句：對待呢啲現象，既不可執住，亦不必害怕。佢哋就如同我哋駕車前行時路邊嘅路標，看到路標，我哋就知道自己在正確嘅道路上，但切不可因為路標好看就停下車輛，過度研究路標，從而耽誤咗真正前行的路程。
然而說到呢度，文殊菩薩嘅目光掃過靈山法會上嘅每一個人，語氣變得非常莊嚴同嚴肅。座位必須警惕，呢啲念佛時出現嘅現象，絕非全部係真實嘅功德，其中更有大量係由心魔同外魔所發現嘅虛妄幻象。世間唔少人在念佛修行之時，因為心術不正或者急功近利，過度執着，追求神奇感應，追求神通異能，結果精神恍惚，產生幻覺，誤以為自己已經證得咗非凡嘅聖果，實則早已走火入魔，落入邪道。就在此時，一直默默肅立嘅地藏王菩薩緩緩開口。地藏菩薩嘅聲音帶住無盡嘅悲貶，震撼住整座靈山。文殊菩薩所言甚是，我在地劫之中見過太多曾經嘅修行人，佢哋最初皆抱住一顆赤誠向佛之心，每日精進念佛，嚴持戒律。然而就係因為不懂得分辨境界嘅真偽，一見到眼前有光，耳邊有聲，或者身體有奇特感覺，就心生傲慢同狂喜，以為自己得了大神通。佢哋執住於呢啲虛妄之上，最終被心魔暗住，被指走，做下狂妄大罪，毀咗自己一生嘅道業，最後都入地獄受苦，實在係令人痛心疾首啊！聽完地藏菩薩嘅地格警示，法會現場嘅大眾無不汗毛軋，心驚膽戰。文殊菩薩微微點頭說道：正因如此，今日我才要為大家詳細剖析何為真正嘅三昧境界，何為虛妄嘅魔相幻影，即係關乎每一位修行人能否證佛果，成就無上菩提。首先，大家必須明白，真正嘅念佛三昧，絕對唔係指你擁有了幾多神通大能，亦唔係指你每日見到幾多奇異感應。三昧係一種內心極度清淨、定為等持嘅狀態，就如同那平靜無波嘅湖面，沒有半點風浪，湖水清澈見底，能夠完美映照出世間萬物嘅本真。修行人之心亦當如此，當你心中的妄念、貪婪、嗔恨如同塵埃一般漸漸沉澱下去，那真實嘅三昧境界便會自然而然咁顯現出來。文殊菩薩稍作停頓，繼續以生動嘅譬喻開示修行的道理，其實就如同種花一樣，種子種下之後會經歷發芽、生長、開花等諸多階段，在這個過程中會有各種各樣嘅變化。然而並非所有嘅變化都代表住花朵喺健康成長，有些變化可能是因為外界環境嘅影響，或者自身養護不當，導致花朵出現咗病變。修行亦係一樣，我哋不能僅因為出現咗一些特殊嘅生理或心理現象，就盲目咁認為自己嘅修行有了很大嘅進步。文殊菩薩接住舉咗兩個極具對比性嘅例子。我曾見過一位修行者，每日精進念佛6個時辰，隨着功夫深入，佢發現自己嘅心越來越寧靜。這種寧靜並非刻意硬壓出嚟嘅，而是自然而然產生嘅。喺這種極度的寧靜之中，佢甚至能聽到平常聽唔到嘅細微聲音，旁撫整個世界都變得更加敏順清涼。這時台下一位修行者忍不住問菩薩：這是好兆頭嗎？亦是不是代表佢已經入了深妙境界？文殊菩薩微微一笑答道：這要分情況睇。如果這種寧靜係自然產生嘅，佢心中不執着、不狂喜、不追求，繼續平實念佛，那確實係功夫進步嘅表現。但如果佢心生貪着，刻意去追求這種寧靜，甚至天天盼望聽到更多奇異嘅天音，那麼這種追求心立刻就會變成佢修行路上最大嘅障礙，將佢牢牢鎖喺凡夫嘅妄想入面。就係另一位修行者喺念佛時總是感覺身體發熱，佢對此非常歡喜，認為這是自己念佛功夫深厚、陽氣升起嘅表現。於是佢越來越執住於這種體溫變化，每次念佛都在關注自己個身體熱唔熱、熱力強唔強。結果佢嘅心思完全被身體嘅感覺佔據，念佛反而不能專注，最終功虧一簣，道業停滯不前。相反，還有第三位修行者喺念佛過程中看到了種種璀璨光明，或明或暗，或閃爍不定，
或如長虹關日，但他看到光明之後，不欣喜若狂，亦不刻意追求。他只是將這些光明視為修行過程中的一種自然現象，不排斥，亦不執着，繼續專心致志咁念佢嘅一句阿彌陀佛。最終，他通過這種不被相轉嘅精進，真正達到了深妙嘅三昧境界。地藏王菩薩聽罷，深深感慨：善哉善哉，無數修行人正係因為分唔清心淨與相期，迷失喺感應入面，實在太可惜了。文殊菩薩見大眾若有所悟，語氣更添幾分智慧嘅光明，將修行念佛嘅心法提煉得更加精魄落地。作為念佛修行，要真正走入正道，遠離魔事，必須死死記住以下三大金剛法則。呢三條法則係破除一切虛妄幻想嘅無上法寶。第一，金剛法則，心要專注，但絕不可執住。就如同我哋駕車行駛喺道路之上，手握方向盤，眼睛專注喺前方嘅路況，車輛自然能平穩前行。但係如果你因為過度緊張，死死咁握住方向盤，唔敢放鬆，或者雙眼只係死盯着某一個點，唔敢移動，車輛反而極度容易失控翻覆。念佛亦係完全相同嘅道理，我哋嘅心念要專注喺一句佛號之上，念念相續，但絕對不能過度執住喺念佛過程中出現嘅任何身體感覺、視覺光明或者聽覺音聲。動心要輕柔、綿密、自然，切忌急躁求成。第二，金剛法則，境界現前，保持如如不動。當種種境界現前嘅時候，無論係所謂嘅好境界定係壞境界，你都要保持一顆如如不動嘅平常心。何為好境界？例如看到佛光照射，感受到身心無比清安舒暢，甚至聞到異香。遇到呢啲，切記唔好得意忘形，心生狂喜。何為壞境界？例如突然感到恐懼，遇到雜念紛飛，甚至看見可怕嘅景象，遇到呢啲亦切記唔好驚慌失措、沮喪廢退。你必須清醒咁知道，凡所有相，皆係虛妄，就如同一陣風吹過，過眼雲煙，轉瞬即逝。唯有保持內心嘅平靜與定力，不被境界黏着鼻子走，你才能喺修行路上越走越穩。第三，金剛法則，用智慧辨別真假三昧。好多人問我點樣知道自己出現嘅狀態係真進步定係假魔上？方法極其簡單，只需觀察你嘅心性係咪發生咗改變。真實嘅境界必然會讓你嘅內心越來越清淨，越來越慈悲，生活中嘅煩惱同執著顯著減少，智慧自然增長，對人對事更加包容通達。虛假嘅魔相，哪怕你看到嘅光再亮，聽到嘅聲音再動聽，只要佢讓你心生驕傲、自以為是、貪圖感應，甚至對身邊人產生親恨同挑剔，讓你陷入無盡嘅煩惱同混亂入面，這就絕對係魔相，絕無例外。更重要嘅係，千萬唔好去追求神通感應，神通只係修行過程入面嘅副產品，絕對唔係修行的根本。如果本末倒置，一味追逐神奇，最終只會離真正的佛法越來越遠，墮入外道。此時，台下一位老修行者上前恭敬問道：菩薩，弟子喺念佛時，常常感覺身心無比清安，旁撫有一種說不出的愉悅喜樂。弟子唔知呢種感覺係咪正確，係咪應該繼續保持呢種喜樂？文殊菩薩微笑着答道：身心清安，確實係你念佛功夫有所成效嘅表現，係一件好事。但你同樣不可以執住喺呢種輕安喜樂之中。就如同我哋平時走路，腳步輕快舒暢，即係一種自然而然嘅狀態。但如果你刻意去追求腳步輕快，每走一步都在刻意關注自己個腳步夠唔夠輕，夠唔夠瀟灑，你反而會走得極不自然，甚至下一秒就會踩空摔倒。修行亦係如此，保持一顆無所求嘅平常心，順其自然，才能真正行穩致遠。普賢菩薩此時亦補充問道：請文殊菩薩再為大眾指明，喺念佛修行嘅日常實踐中，仲有乜嘢係最基礎、最不可忽視嘅根基？文殊菩薩嚴肅咁答道：念佛修行
最根本嘅永遠係信、願、行三資糧。信係對佛陀嘅教誨，深信不疑；願係發廣大誓，願願離娑婆，願生極樂，願度一切眾生；行係腳踏實地去持戒、念佛、稱經，缺一不可。世上有些人只重視神奇感應，忽視咗扎扎實實嘅心性修持。佢哋四處尋找靈驗神奇之事，卻唔願意喺生活中改掉自己嘅壞脾氣、貪婪同傲慢。呢種人就如同一個人，只係站在路邊，死死看着路標，卻連一步都唔肯向前邁出，最終永遠都無法到達解脫嘅彼岸。大勢至菩薩點頭嘆道：確實如此。太多人好高騖遠，一開始念佛就想求神通，想立刻見到佛菩薩顯靈，即就如同一個剛學會爬行嘅賢兒，就急着想去參加馬拉松比賽一樣，完全係不切實際嘅妄想。文殊菩薩說道：真正的修行必須從最基礎做起。第一，端正姿態，讓身體舒適自然；第二，調勻呼吸，讓身心平靜下來；第三，將心念牢牢安住在這一柱阿彌陀佛之上，念念相續，不令間斷。唯有如此，才能踏踏實實進入念佛嘅佳境。說到呢度，文殊菩薩嘅目光如巨海般深邃、莊重而深沉嘅聲音喺靈山大殿內回盪。所謂當行者腳踏實地、心無掛礙咁念佛，功夫達到極深之處，有三種特別嘅殊聲徵兆會自然顯現。呢三種徵兆代表行者已經徹底觸及到咗修行的最高核心，特別係最後一種徵兆，一旦顯現，必定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絕不虛妄。此言一出，全場數萬聽眾頓時一片寂靜，連一根針掉喺地上都聽得見。所有人都屏住呼吸，雙眼死死盯住文殊菩薩，眼中滿是對那神秘徵兆嘅渴盼同虔誠。文殊菩薩目光緩緩掃過眾人，開口揭示這塵封千年的秘密。第一種殊勝徵兆，周身泛起柔和暖雪之光。當行者深入念佛三昧之時，周身會自然泛起一層柔和暖雪嘅光芒。此光非世間凡火可比，它絕不刺眼不凄熱，遠如春日清晨的第一縷陽光，輕柔地包裹着修行者嘅身軀。最奇妙嘅係，這光並非向外發散炫耀，而是由修行者內心深處嘅清淨心自然溢出。昂苦修行者嘅心已經化作了一輪溫暖嘅太陽，將周身嘅塵埃、病痛與雜念一一淨化驅散。台下有一位年輕嘅修行者聽到呢度，心頭猛然一震，剛一凝神，竟然覺得自己眼前似乎有一道微光閃過，瞬間心跳加速，既激動又緊張，偷偷看向四周，發現大家都在沉浸喺菩薩嘅開示入面，於是連忙平息靜氣，繼續傾聽。第二種殊勝徵兆，心底響起無上天音梵音。喺三昧境界入面，行者會聽聞一種極其特殊嘅梵音。即梵音並非來自外界嘅樂器演奏，亦非他人的歌唱，而是直接自行者嘅心性深處響起。它還如一首古老而神秘嘅無上樂章，超脫咗世間一切曲調嘅束縛。每一個音符都蘊含着無盡嘅解脫力量，直抵靈魂最深處，瞬間撫平內心一切波瀾痛苦，讓人沉浸喺難以言語嘅安寧與祥和之中。現場唔少修行者閉上雙眼，試圖去捕捉那神秘梵音嘅蹤跡，全場彌漫着一種極度專注嘅氣氛。第三種最殊勝徵兆，今年現前必定往生。文殊菩薩嘅聲音如法凝重，整個法會嘅氣氛緊繃到了極致。而且第三種徵兆亦係最殊勝，一旦出現便必定往生極樂嘅終極信號。當修行者達到深妙三昧或臨終之際，會看見一朵金色蓮花緩緩喺眼前浮現。一蓮花絕非虛妄幻象，它晶瑩剔透，每一片花瓣都閃爍着璀璨嘅金光，花蕊之中散發着無盡嘅祥和與慈悲之力。此金色蓮花會將修行者輕柔托起，帶住佢嘅神識穿越重重虛空，直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永不退轉。
聽到呢度，全場大眾如痴如醉，眼中閃爍着無比激動與向往嘅光芒。龐庫那朵金蓮已經喺眼前盛開。就在此時，法會角落有一位原本一直默不作聲嘅修行者，突然發出一聲驚呼。眾人循聲望去，只見佢周身竟然真的泛起咗一層柔和嘅光芒。與此同時，空氣中似乎隱隱約約有梵音飄動。周圍嘅眾人先係驚愕，隨後紛紛露出欣喜同羨慕之色，以為當場見證咗聖蹟顯現。然而文殊菩薩卻微微搖頭，眼中閃過一絲深切嘅悲悯。莫要被表象所迷惑，呢位修行者雖現此相，卻並非真正入了三昧。佢心中一直極度執住係對呢啲徵兆嘅渴求。今日不過係因為聽到我嘅描述，產生咗強烈嘅心理暗示，從而激發咗自身嘅幻覺排尿。真正的三昧境界，絕非刻意求來，而係喺日復一日心無旁騖嘅實修入面，自然而然達成。若帶着求感應嘅貪心去念佛，所見一切皆係魔幻。眾人如被當頭棒喝，剛剛湧起嘅激動，瞬間化為深深嘅思索。那位修行者滿臉羞愧，連忙跪倒喺地，向文殊菩薩痛切懺悔。菩薩慈悲，弟子如同一心求道，卻執住魔相，還望菩薩原諒弟子的過錯。文殊菩薩語重心長咁說道：修行之路猶如喺迷霧中前行，處處皆有幻象與誘惑，唯有堅守信願行，心無旁騖，不被內心嘅貪嗔癡所困，方能破除迷霧，抵達真正的光明彼岸。說白，文殊菩薩周身綻放出無量耀眼嘅智慧光芒，照亮咗整個靈山法會，層層迷霧喺光芒中化為烏有。文殊菩薩嘅智慧光芒照亮咗整個靈山法會，亦徹底點醒咗喺場嘅每一位修行者。聽完文殊菩薩、觀音菩薩、普賢菩薩、大勢至菩薩同地藏王菩薩嘅震撼對答，我哋終於明白，念佛修行真真正正考驗唔係喺神奇異相入面，而係喺我哋日常嘅每一念心入面。回到我哋日常生活，身為一個凡夫，我哋到底應該點樣將呢啲高深嘅佛法落地？點樣先可以避免落入吝慈悲、待人受過或者執住感應嘅陷阱？記住以下呢三大落地實修指南：第一，身心實修，腳踏實地嘅三步念佛法。文殊菩薩教導我哋修行唔好好高，冇願去求神奇神通，要從最基礎嘅身心調和做起。第一步，端正姿態，念佛打坐時，身體保持端正、舒服、放鬆，唔好繃得太緊，亦唔好太鬆散。身體端正，氣血自然通暢，心念就容易集中。第二步，跳勻呼吸，唔好急於求成，透過平穩自然嘅呼吸，讓內心嘅浮躁同雜念慢慢沉淪落嚟嘅。第三步，心安佛號，將你嘅注意力輕柔咁安住在每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或者阿彌陀佛上面，念念相續，見光唔理，聞聲唔執，身輕唔起，保持平常心，這就係最穩陣嘅真三昧。第二，生活修行，清醒面對因果，遠離難慈悲。佛法講慈悲，但永遠係智慧在前，慈悲喺後。華嚴經講得好，諸佛菩薩以大悲心觀察眾生，以大智慧度脫眾生。喺現實生活同家庭關係入面，我哋經常犯嘅一個大錯，就係用感情代替智慧，強行去插手他人嘅因果，因果不可代。每個人嘅業力同歷練都必須由佢自己去承擔。你替親人朋友包辦一切，替佢兜底，表面上係好心，實際上係奪走咗佢成長嘅機會，甚至係代人受過，把別人嘅業力強行拉到自己身上。學會智慧拒絕，面對無底洞一樣嘅索取同循庸，要學會用三明治溝通法，先表達理解，再客觀陳述不能幫嘅原因，最後給予精神同智慧上嘅支持。拒絕不代表冷漠，有時放手讓對方承擔後果，反而係最深沉嘅大愛。第三，轉念消業，喺苦難與日常中利益眾生。當你覺得人生不順、事事阻礙嘅時候，
唔好抱怨老天不公，亦唔好盲目求神問卜。記住古德傳落嚟嘅三大消業道場：一、佛前真誠懺悔，誠實面對自己過往嘅貪嗔癡，喺佛前發露懺悔，洗滌心靈嘅陳舊；二、喺苦難中歷練，把眼前嘅挫折同困難當成係消業同磨練心性嘅最佳契機，不逃避，不抱怨；三、心量放大，利益眾生，放下過度嘅自我執着，喺力所能及嘅範圍內去幫助別人，傳遞正能量。當你嘅心量大到可以包容一切，業障自然無處容身，命運亦會跟住轉變。故事講到呢度，靈山法會嘅光芒旁枯依然照耀喺我哋每一個人嘅心頭。文殊菩薩用無上嘅智慧告訴我哋，修行嘅最高境界從來唔係飛天遁地嘅神通，亦唔係奇異嘅感應，而係一顆平靜如水、清淨無執嘅平常心。當你不再追求神奇，當你不再執住感應，當你懂得用智慧保護自己同家人嘅因緣，你嘅念佛之路就已經走喺咗最光明、最正確嘅大道之上。最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喺你過去嘅念佛或者修行經歷入面，你有冇曾經因為追逐某啲神奇感應而迷茫過？或者喺生活入面，你係咪亦曾經因為心軟包辦而陷入過他人嘅因果泥潭？如果時間可以倒流，回到你當時做決定嘅那一刻，今日聽完文殊菩薩嘅開示，你會點樣選擇？歡迎喺評論區留下你嘅故事同思考。你嘅一句分享也好，就能點醒另一位正處於迷惘入面嘅佛友，種下無量嘅善因。願大家業消福智，智慧護身，心無掛礙，早證菩提。我哋下一集再見。